好娃娃，长大。
老家天高地阔，城里雨刷，我扬名大马飞扬京城，城市再好与我十八根。一人忙到阳，还欠一身债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小宝贝，哎呦，好了好了。小蜜，小蜜，妈，小蜜回家了吗？哎呦，真生他气呢！哎，说好马上回，马上回。那到现在呀，陈英子都没看见，小宝啊，我得来哇哇叫。他们经理啊，电话打到我这里，说他请假回家为难，到现在还没有回去。啊？哎呦，还是不接。那。小宝，哎呦，小米啊，这弄死得得的！哎呦，当心把小宝弄感冒嘞！你这么大，你去哪里了？你们经理啊，在替你顶班，我接你打了几十个电话都不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手机对了？啊，手机。你要是再不接，我就要报警了。不要报警！不要报警！人都回来了，还报什么警啊？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不要吵了不要吵了，来来来，先让小宝啊吃口奶吧啊！来，哦呦，呀，怎么玩耍啊？啊？哎呀，怎么一滴奶水都没有呀？哎呦哎呦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呦，怎么回事？奶水都香了。你怎么了啊？你怎么了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藏好了，我藏神了。当时与他心切，我一不小心就，好大的一滩血呀！那个人还昏迷不醒，我还在医院抢救，我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。那他们怎么能找你回来？他家人没在，有个邻居一直在打电话，路上也很多跟了去了。我付了3000块的押金，像是听到小宝在哭，就跑回来了。云我们逃吧，离开这里越好。云我，云伟，云伟，明早我们还是快点回老家去吧啊！云伟，回老家去，云伟。你先帮小宝去里我喂点奶粉我们还是回老家，云伟。哎呦，作孽了，作孽了！交警有处理过吗？我问你，当时这股决人，大家都去医院了，那有人见过你吗？副市长，哦，还有那个邻居，他们都见过我。不过什么？我当时穿着雨披，开始的时候我还戴着头盔，可能那就是说，
不一定认得你。你回家时有人发现有人跟踪吗？你付押金用的是微信、支付宝还是现金？是现金，我昨天发工资了，今天刚刚领出来，准备拿去买零用的。完好，算运气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哪里不要去，就待在家里啊！你先吃饭，吃饱了再有奶睡。没了命，杀人之罪从此我在地狱里做蛇子一心吊胆路漫漫。你要去哪里啊？云儿啊，我还是去省了吧，这样斗争不行啊！小蜜，你冷静一点。云儿，来，你先坐下。小蜜，云儿，小蜜，眼下是家里日子真简单，缺少今天触碰姑苏滩，门口落却姑苏蓝，一生继续全陪玩。事情就是大事山，举我费用真承担，爱已成了成一家人翻身不忘路漫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要来抓我，不要来抓我，不要胡思乱想啊！没有事的，回过去啊！哟，好可怕，全是血！好了，你不要再想了。天快亮了，你一个晚上都没有睡，快去睡吧。不行，不行！方小蜜，你不要冲动，我犯了错了，要承担。你承担得起吗？我承担不起也要承担。你下辈子为这个家呀！为了孩子，为了家，更要承担啊！小蜜啊，你再等一等，等一等好不好啊？再等等，警察就上门了。小蜜，应该不会查到的。查到就完了呀！
马万重须承担，再和妈妈一次来，从此我们永远为牵强。一起把难关藏，难关藏。风兄婿七时分，直奔西营业奔忙，无语家遭殃，他了命了，老父亲嫂子间能无惧我
哎呦，老嫂，哎呀，你不要晃过来晃过去，我的头都不能晃晕啦。哎呦，好了好了，都后半夜了，快坐下歇歇吧。兰子啊，要是他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怎么活呀？不要乱讲，刚才吴市长不是说过了，生意清新，明天就可以转到普通病房了。兰子啊，今天下午你们摩托队不是在排练吗？是啊。摩托队排练怎么会出这种事情啊？哎呀，毛太太排练，排练结束嘛，总要回家的了。怎么伤成这样啊？妈，我是亚飞，我是你女儿。妈，亚飞，妈，爸，你总算回来了。你妈完了，脑震荡，鼻梁骨断了，脚断了，肋骨断了，腰也断了，下半辈子要坐轮椅的嘞。爸，你不要讲。你看。还要再可恶的是，那个凶手竟然跑了。凶手跑不了，我已报警了。爸，我中途理会这本记账，可飞机晚点，急死人了。回来就好啊，回来就好啊。妈，金老师，妈你醒了。玉芳，金老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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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玉芳。姥姥，姥姥，我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啊？怎么不把我葬死？玉芳，醒过来就好啊，醒过来就好。我解释错了什么呢？
老天要怎样惩罚我？不是死了玉芳，这不该死的藏身凶手被警察抓住啊，把他枪毙掉算了啊，把他枪毙掉算了。我真飞不了，我再也不能当模特了。不会的，模特队我要等着你去陪你啊。我不要我了。哎呀，玉芳，让我安乐死吧！啊，亚飞，哎呦，求求你们让我安乐死吧！两个人几点？我去叫医生不要动，医生说了，动动就更痛了。起来子找案子。你算运气的，都是硬伤呀啊！过几个月嘛就会好起来的，只要这几天熬过去，就不会这么痛了啊！阿姨，你先安静地睡一会吧。你刚刚打了镇静剂，用了镇痛棒了，你熬一熬啊，会熬过去的。爸，你这武功请得不错啊！我没有请啊，不是你请的吗？我头昏脑胀的，哪里顾得上嘛？这是交费单，你这就去办了。哎，吴市长，这是我女儿。啊？刚才那位不是你女儿？不是，我昨晚想问你呢。她一早就过来问病情，晚去办理了交费手续，我还以为是你女儿呢。副市长，我妈伤势到你妈妈还好，没有伤到腰孩子啊。17岁多嘛，但只要是憋血和外伤引起的，腿部脑震荡也不算重啊。那要多久才能恢复到正常？一般嘛，在3个月以上，具体还要看病人的情况。这个物理康复训练很重要，关于个人的信心。你来一下。你妈妈与上个月倾向，你们要做好安抚。关于肋骨和腰椎骨做好外部固定为适宜，但小腿分散性骨折需要手术的。钢板用哪一种？尽快还是国产来确定一下签个字啊？有差别吗？质量相差不多，但价格相差不少。知道了，谢谢副市长啊。不用，哎。对不起，请原谅，是我藏了阿姨，我是肇事者。原来是你，是我，真的是你，真的是我。你这个藏身凶手，把我们家害苦了呀！骂一声藏身凶手太痛，你把我牢牢一家来呀苦。你害我越放老来受刑路，你害我血养了身，问他扯一家生活全当痛，我正想冷气全推来痛楚。老嫂，你等吧。你昨晚跑了，今天怎么又回来了？昨晚我回去接女儿断奶，断奶？断了奶，我才能够一心一意地照顾阿姨。你女儿多大了？6个月了。这是我的身份证。方小米28岁，比我还小3岁。
起来吧，起来。那我叫你姐。叫名字老亚飞。哦，亚飞姐，你在哪里工作？在龙马生县。因为女儿还在吃奶，我做的是小时工。那你丈夫呢？他在美一段包外卖。那你女儿怎么办？啰嗦，亚飞姐，3天前，婆婆来到钱塘城，为带孙女做帮衬，谁知以为丑事。一家人重新规划，从调整，总看出一次，在那也许来单人，吩咐我精心做了来，说非同心，阿姨实在实不想起来了，对，这回眼神我记得。哎，昨天晚上举子他副市长，我们都知道了。都已经跑了还能回来，真是难得少见啊！错误医保是用不了的，钢板要么就用国产的吧。好。哎呀，不容易呀、曹世珍，谁苦恨也不易，见应是真心可诚意。虽然是迎接也犀利，却也是不掉那同情。愿意为长生者深深同情，恰不了死者把可怜兮兮。见坏了，生黑成分为你，也算是与党女性与勇气，算是替我是理不尽，也许得齐尽全力解围巾。虽是同情要人情，老太婆哪能咽下？哪能咽下这口气？事已至此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你就将功赎罪，留下来好好照顾我妈吧。慢着，亚飞，按照你妈的脾气，怎么会接受她的照顾呀？现在进去就是虎上教育。妈的脾气肯定是难以接受，何况是伤后抑郁。还是管管照顾我吧。武功，有了，去把方小米
当成是我请来的武功。那不是欺骗你妈妈？要是被你妈知道，我死定了。妈，我公司忙得实在是无法分身了。你把你妈交给他，你放心。他跟妈无冤无仇，万玉才比你更希望郎妈好得快呢。这倒也是。那就这么定了。爸放心，不过我们三人必须统一口径，不能走漏半点口风，不然谁都没好日子过。只能先这样了。方小明，你跟我去趟交警队，我已经报案了。我们该做笔录的做笔录，该撤的撤。哎，慢着，亚飞，这件事万一吴市长也知道，副市长不是说要你安抚好妈的情绪吗？爸，这个艰巨的任务就交给你了啊！哦，哎呀！哎呦，哎呦，啊！阿姨，来，哎呦，哎呦，啊！ 26床催款单，那你跟我来一下。喂，我在医院，让赵主任替我按初稿汇报啊。哦，那下午还有2个洽谈，一个视频会议，方案人。你不要挂电话，我马上发给你啊。哎呦，妈，妈，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啊？亚飞你来了。嗯。哎呦，痛死我了，度14年啊！妈，咬咬牙，挺过去就会好起来的啊，千万不要胡思乱想啊。亚飞，哎，你下午回家去看看你老爸爸啊。嗯。姥姥一辈子当过小科员，胆子小，他受不了这样的刺激。要是连他也病倒了，我们一家去到糟喽。亚飞，亚飞，哦，妈，我在同你讲话呢。妈，我在工作。工作？工作你到这里来，要做什么呀？你去工作吧，去工作吧。啊，哎呀，我是指望不上你了，我只有靠武功喽。妈，我已经叫对2个了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哎呀，我的命啊！喂，我在。对方案很不满意，要你马上去深圳请示老师。什么？马上去深圳？去吧，去吧，去了就不要再来了。哎呀，妈，我去处理一下工作啊。我的命！你不要挂电话。哎呦！多苦多累，父与冤，多多惧怕这财款单。
难以为继在无川，在无川。跟他听嗓子痛苦哦冤啊声，声声句句句心关，到今呀关，徒言关，必愿他快快康复，快快康复，特苦云儿，哎呀，云儿啊，小宝又在哭了。你生娃呀？云儿，你在哪里？你生娃？来顶子姐，你怎么把孩子抱到医院来了？你我叼着眼碎你！小宝发烧了，来这里看医生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我这都平了呢！你也上来就歇着呗，孩子刚脱奶，你又不在身边，他怎会看到我这么近的事啊？好了，小宝，好了，不哭了，不哭了。哎呀，要为喝奶粉，和妈妈一起都难过。多难过，说得容易。我早说过了，这个责任我们担不起，你非要好，你脾气犟，决定的事啊，10头牛都拉不回来。这才第几天啊？接下去怎么办啊？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你们了。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啊？那郑通本一天的钱，就是你半个月的工资。你是有骨气，我也相遇，可这骨气它需要底气呀。这下就身上的钱，康复的钱在哪里嘛？我们大哥再去借借嘛。已经问他借了2万多了，他攒点钱容易吗？我还开得了这个口啊？当初怎么能也把我找死你？小妹啊，是我不好，我不是啦啊，是我不好，小妹，我不是啦，是我不好。喏，二爸送来3000，三婶借了2000，还有我妈也借了600块。哦，这是工友们捐助的3200元，都有你事吗？都在上面。好，都要还的啊。我向老板啊预支了5000元的工资，已经转你微信了。
这也只是杯水车薪。要是没有保下那间古书店，就好了。真是我不得已，也怪我没有什么本事。这几天我在接二包夜的单，晚上12点以后，每单可以多加2块钱，路通畅，单也多。你这样一天才睡几个小时啊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倒是你肯定睡得更少。你要是有空闲，抓紧时间休息啊，身体最重要。快回去吧，当心阿姨那边盐水掉完了。用点心，可千万不要再出什么差错了。小宝，啊，云儿，小宝奶粉的钱留下了吗？留下了。天上星苍，蔷薇红，泪水我意，满脸。
怕我也不难逃。万岁上两头摇。喂，亚飞机。方小敏，你到顶子间来一下。哦。亚飞机，什么事啊？阿姨那边盐水快完了。我在你支付宝上转了8万元钱，你查收一下。8万元？啊，亚飞机，你为什么要借我这么多的钱啊？钢板加另外费用15万，还有3万，解决眼下借用吧。这你就一心一意把我妈照顾好，让我安心工作就行了。哎呦，这不行啊，这不行啊！不行，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不要再去借了，3000、2000，真借得好。眼下把日子过下去才是啊。那这钱我会还你的。不许还，不过我有要求。什么要求？不能离开我妈左右，一直等她康复为止。我不想她还有什么损失。我明白，亚飞机，我该怎么报答你？小敏，这是我们的约定，你当遵守。
福健康，苦尽回来见西方，一次心儿长，一门身份实荒唐，几番月把真相吐。小米呀，阿姨你当心啊！来，阿姨，冷菜都已经上桌了，端桌的菜嘛，煨菜锅里，炒菜啊也都准备好了，等客人们到了，开切了再炒，这样啊味道才好。生生活活是难了，老天送来小棉袄，懂事贴心又周到，聪明伶俐样样好，比亲生的女儿还要那个孝顺多少，陪我度过痛苦煎姥姥，我给哈三切粉了，你去调一下。阿姨，我已经调好了，我去端过来啊。小米，你坐下，忙到现在休息会，让姥姥去。她成天对着平板下棋，眼睛不好，精彩也不好，起来动动。我这里是专场，哪能说离开就离开啊？小米啊，去拿一下啊！真是烦了。姥姥，自从小米来到我家，你是越来越不像话。以后小米走了，让我插谁去啊？哎呦，亚飞回来了。妈，亚飞，哎呀，我的亲妈，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不是996就是007，好不容易有个休息天，你还知道我是你亲妈？你亲妈伤成这个样子，你多久没来了？不是有方小米吗？她能管，把你照顾得这么好。我每天视频还飞得过1个小时路，可出门中开车多危险呐！今天家里聚餐，小米啊做了一桌的大菜，让你吃点好吃的。妈，吃哪有谁重要？我昨天加班到2点多呢。喏，哐！我这一家子，要是没有方小米，我往厨房谁去呀？哎呦！慢点！哦，这个开始的长生凶手，把我唱成这个样子，竟算跑了。他良心太苟且了，制造穿肠烂途。姥姥，怎么你现在总是死阳怪气的呀？不管，我听领导的。哎呦，想想真气人！你们怎么这么没用啊？哈！老亚飞啊，妈，哎呦，怎么了？那个交警队是吃过饭店，你们去查了没有？凶手抓到了没有？妈，我去查了，还没你。哎呦，亚飞呀，你怎么披头散发的呀？快去擦点口红，打扮。今天家里很多客人来你，我不是早就同你说过了吗？快去！好，那我去打扮。快去！真不巧生生性，要是小米一般懂事，我就知足啦。姥姥啊，怎么我现在一说话你就，是不是我现在这个样子招你厌啦？不管，报告领导，我这盘棋啊已经结束，接下来一切听从领导指挥。我说是来了。
都是保姆方小米的功劳。金老师。今天姐妹们高兴，一再放学，请。弟弟们，酒嘛有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青的啊，饮料嘛有冷的、热的，还有现榨的啊，还有茶，有普洱、祁门、防汗，还有龙井。你真行哎，我都听晕了。热菜呀，马上就到，姐姐们，你们先喝着聊着啊。姐姐们，哎呦，连称呼都乱套了。显得我们年轻啊，小弟弟多高兴！对，哎呦，你这个小嬷嬷不错哎，伶牙俐齿、八面玲珑的，哪里找来的？家中公司吧，哦，女儿找的。哎呀，忘了叫马兰子了。金老师，兰子啊，刚想去叫你嘞。金老师，喏，自己挂的小笼包，我捏着你。下，老师，兰子啊，哎呀，对嘛都来了。还有薛主任，金老师受伤后，你们毛太太排练，怎么都不叫我啊？哎呦，你把腰围减下来嘛，菊。兰子啊，金老师，我都不去夜班了。我去羡慕金老师的腰，在台上一女一转身，一笑把美声。哎呦，别提了，都会了。哎，来，为钱塘里争光，为云头坊争光，全靠你们了啊！兰子啊，佳玉啊，哎呀，你也别多想，很快就会恢复的嘛。你们还年轻，我是最后的机会了。过了55，就不能再中年组了。我与老年组啊！金老师，三毛是来不及真正年轻，就选择真正老去呀。兰子啊，未免太认真了吧？团家团腰，哎呀，团了光。哎，不说了。亚飞还在房间里呢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金老师的女儿从小就是学霸，年纪轻就是大公司的经理哦。宋总，还是由项目组总部直接下达，上线肯定是需要负责抬价的。现在进了公积金我不会定的，有问题你直接问着总部。哎呦，这脾气啊！亲生的，美女们好，佳丽，哎呦，女儿真漂亮啊！很帅你是经理，你是学霸，哦，这种啊，就是别人家的孩子。哎呦，你们一个框框是谁的女儿？你对象了没有啊？没有啊，31了，成孙女喽。哎呦，孙女嘛，生命预须呀！你要关心啊！我还没说完，你怎么就挂电话？罗经理，你不要拿总部来压我，我才是你的上司。现在公司新项目走一个旺一个，你们的 SE 项目往上一片唱衰，你烧钱也总得叫我烧出点火花来。宋总，你我甚至一配。
在单位里就是这样工作的嘛，哈？妈，你不要什么都想控制我，什么都要听你的，烦不烦？你又不懂。小米啊，哎，现在进我家来住2个小时好吗？大姨，我今天就不过去了啊，我这里走不开。哎呀，小米，跟你阿姨说说，小米，帮我一下嘛。去吧去吧。哎呀，阿姨，今天就不去了吧？去吧，早去早回。好，那我快去快回。哦，碗先放着，等我回来洗啊。他去管什么？去做钟点工啊，2小时能赚80块。哎，小区里想多养牡丹，他真能管嘞，还结了个群，弄了个2位嘛。哎呦，这生意哟，不要太好，都喜欢让他做，是他做事麻利，嘴巴甜。行了行了，什么钟点工？你嘛不是心脏，他家生意亏了，儿子小还着可怜。哎，你这点工资不算，私下里还贴补他生活费。那每天下午还让他出去存500块。是的，现在城里呀啥都不缺，缺的就是能管放心的钟点工。妈，你怎么不阻止？你又不是不知道。哎呦，亚飞啊，你妈确定的事都是真理，你妈做的事我必须有我，所以呀，每天下午都是我照顾她的。哎呦，你照顾什么呀？都是小米弄好的。我照顾你一辈子，你照顾我一时，不行啊！行，我上方小米不理妈祖语，你是知道的。糊涂，我去把她找回来。亚飞，你太过分了啊！当初就不该让你去呀什么经济，心肠越来越硬，连半点同情心都没有了啊！是啊，方小米虽有错，但是也够可怜的。那么穷的家，那么多的医药费付出去，他又不是故意的了，总要有点同情心吧？同情心呀！爸，我借了他8万元钱，把他的后顾之忧都解决了，我还没有同情心啊！听见了，听见就听见了。事到如今，该告知真相了。妈不是说要我们找出肇事者吗？方小米去世，肇事者他当晚跑了，但第2天又回来了。你妈还想收她做乖女儿，太可怕了！金老师，我们听听嘛听不懂啊，我们先回去，下次再来看你啊。金老师，谢谢啊！金老师，那么我也先回去的，你有事叫我哦。妈，你当初要放小米都接我滚！情。
个骗子！你的功夫不一般，传统的架子把我当傻瓜来哄骗。原以为你是天仙，抢我来看你肤浅。原以为你真诚善良女体贴，抢我来是包藏无情把戏演。我以为你生而不义多可怜，抢我来空手套白狼两个脸。你帮我尝尝，我还给你多红钱。你让我受尽苦难，我还给你赔笑脸。你让我走情团，我还给你打客源。你让我一切花不圆，我让你满载而归老爹。我把毁我一切的曹世珍当成笑颜贴心。我是这世界上好傻瓜，复读通典诗的部分，稳稳当当，语本自带的种子选手。妈，妈，罗经理，宋总亲自来公司交定 AC 项目。好，我马上回公司。
一波儿回，一颗心你退了。一步儿进，一步儿退，脚步
钱塘江，江涛怒为红衣，龙请放心，没人美，是当积雪是平民。到头来，小说埋怨上是否定，我落井里成了这桩假心病。自此你是谁？早早去退兵，家着何自去？一人终因家着何自去？
小米啊，小米，方小米，你也是来笑话我的啊？我就是个笑话。亚飞机，亚飞机，我很感激你，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手，你是我们家的恩人，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。惭愧，当初我也是为了自己。亚飞机，我也很佩服你，你在我心里真的很优秀。玉玺，玉玺是多少心血汗水脑细胞熬夜加班构成的。可是小米，我失败了。从小到大，我从来没有失败过。本来还是一项目落地。能减少不平等竞争，保护外卖员和客户的共同利益，减少投诉量，公司算是眼见利益增长啊！我带着他们摸爬滚打3个月，都怕废了。我递了职责报告了。哎呀，亚飞机，你这个理想真好！哎呀，你要坚持啊，一定要坚持下去啊！只有理想在，神圣的太阳说的真好，说的真好。可是我累了，小米，我太累了。亚飞机，哎呀，亚飞机。下雨了呀，我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成年人的世界里，没有容易二事，都一样。橘子宝宝，怎么了？混在一起，别冷着眼睛了，没关系。这是我的二维码，你回去扫一下就好了。小宝乖，哦，啊乖，哦，好好好，哎呦，小米，哟，又回来啦，回来了。妈，小米是不是回家了？小米不是在落家吗？哎呦，你想老婆想糊涂啦？我刚在送餐的时候啊，明明看到他往家里走了。哎呦，不会又出啥个事哦？不会的，现在呀好着呢。哎呦，是真的呀，一块小米当初没有听我的话，要不然现在一家人还不知道在哪里过着嘟嘟胀胀。
提心吊胆的13年，哦哟，这也怪不得你。再过半个月就是80，阿姨康复啊，小米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回家了。我们因祸得福，现在他为少1手的好菜，又多了这么多的本地客户。哎呀，我呢，只要肯吃苦，到哪里都能赚钱。等债务还清了，估计呢，在这里按揭买个房子，哎呦，那有小宝啊，就可以在这里上学了。哎，不对，啊，哎呦，不对不对，我眼皮跳个不停。哎，你刚刚不是说小米来过家里？那10年？哦，我叫他打我电话。哦，你快打啊！哎呦，小宝贵，王母娘娘，我就不急，我对呀，我错了。哎呦，你不吃不睡又不吃药，哪个晓得呀？可是我心痛呀，真想去告他。搞谁呀？上哄骗你的是你女儿，上出去做钟点工的呀，是你。都是你们母女俩干的好事。方小米寿无长生，为妻逃难，回来担责，清醒时候，我看呀，可以是诚心模范我了。恨你们，还起火来骗我。我还不是为了你好啊！什么声音啊？哎呦，方小米的包，那，被你关得太紧，忘记带包了啊！哎呦，呀，手机，记账本，宽宽，赚了多少钱？哎呦，戒掉。今接到了押费人民币8万元整，等暂管前第一时间还款，他的此举。7月12日，雨。阿姨每天在好转，我真高兴。可是，隐瞒身份这件事让我十分苦恼。为了对押费者的承诺，也为了阿姨能够早日康复，怎能省下？我都想坦坦荡荡地活呀。8月5日，今天阿姨又结工资了，我怎么办？不算为其逆心，算了，真不该。我是来说财的，怎能离开时一并还上？8月18日，钟点工的收入才增长，可以还掉8万元的一部分啦。方小米老公哎，快接！哎，小米，你总算接电话了？哎，有啊，我是姥姥。哦，老少啊，哎呀，小米在你家里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哎，小米手机在我们家，人不在。那他生意？不知道啊，他没有回家。没有啊。哦，我刚才送餐的时候啊，明明看到他往家里走了，可到现在都没有见到他，不知道去哪里了。有啊，今天家里出了点事，小米的事情阿姨都知道了。怪不得。糟了，老赵，小米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哎呦，那你快去找找，快去找找快呀！哎呦，老赵，你那边有消息，马上告诉我。好。要出事情了！哎呦，要出事情了！哎呦，出了事情可怎么办啊？出事情啊，你就是肇事者。废什么话？快接押费打电话！好，不要接，不要接，哎，不要接！哎呦，亚飞机，你有电话？喂，哎，亚飞，小米不见了。老嫂，我是小米。哦，
哦哟哟哟，哎呦，夏天总什么事？哎，小米啊，亚飞随机怎么在你这里呀？老嫂，亚飞机他喝醉酒了。哎呀，快叫他回来！快回来！啊，亚飞机，我们回家吧。不回家。不回家。你们在哪里呀？啊，我们在建党江边的樱花大道旁边。哦，姥姥，哎，好，开车去把他们接回来。哦，好。哎呦，我与你一起去。啊！哎呀，你这个孙子，为什么娃怕死？亚飞，亚飞，我不回家，我不回家。回家就是比我走的练琴，从小到大，管辅导班、才艺班、考试、跳蚤、留学，进了公司常常熬夜加班，每天累成狗，咖啡当水喝，没人把你当女人。樱桃眼中只有数字目标，生活我还有什么意思啊？亚飞，妈不知道你心里这么苦吗？亚飞，都是妈不好，从小对你要求太严，以至于你总是报喜不报忧。亚飞啊，你要是与我三长两短，你叫妈怎么玩？妈，是我不好，是我不争气。妈，你们生气教育我，是我接受最好的教育。可我总是破你为傲，让你们生气。自己我选择了自己喜欢的事业，可我还是失败了。妈，我递了辞职报告。亚飞啊，失败不要紧啊，爸妈只要你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就好。指着我们去回家啊！妈，亚飞机，你晚上去睡会指着报告吧。阿姨，亚飞机他今天晚上一直在说他放不下。妈，我喝醉了，都是小米在照顾我的。小米啊，阿姨下午太冲动，向你道歉啊，对不起。阿姨，该道歉的人是我。阿姨，对不起。
你受得在，不必阿姨少啊！阿姨，小米，小米，这8万元钱我说好了不要还，你还写什么借的？是啊，阿姨，亚飞机，这是我该出的钱，是一定要还的。方小米，你借我上了一课。哎呀，我陷入了商业模式太久了，以为规则就是一切。其他的都可以忽略，到现在我才明白，这人世间除了规则，还有善良和道义。亚飞机，我来城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平等和尊重。我很幸运遇到了你们，若不是你们的帮助，我恐怕迈不过这个坎。但是我知道，幸运不是长远的，我必须要靠自己，才能够走出自己的天地，成为堂堂正正的简汤生。对。妈，哎呀，云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老是打电话告诉我的。哎呀，小米呀，一家人都结婚了，到处在找你呢。喏，小宝，小宝，哎呦，这是小宝啊！阿姨，来，哎呦，长得真可爱。小宝，陆总，总裁不同意你辞职，请你回公司。知道了。妈，我们回家。亚飞，小米，哎，带上小宝，我们回家。回家！宝宝回来了，回家！姐姐。回家，早高峰来了，回家。想等着你的爱，在我。